气象局继续针对着苏拉风台发布海上、陆上风台警报，也因为这暴风圈当日晚近屏东，也有恒春半岛，这风雨是开始变大。气象局也对恒春半岛发布大水雨特报。咱也伫咧屏东的山区、花莲、台东、兰屿、绿岛，也要注意这大雨。暗时到明仔日透早是影响上界明显时阵。 30尾晚，台东市区落一阵大雨，落约要半点钟，台九省道积水就超过骹目，民众赶紧摕山包甲临时冻水棒，避免积水淹入厝内。每大水都是淹了，没办法，没有改善就是这样子啊。它这样水有没有很大？一下流不完。 市区落真大的阵雨，滨海风强影大，富江渔港的北环外有超过8公尺的大影。因为苏拉风台持续向西，中心点已经来到宜兰偏南西方的海面，暴风范围已经接触到台湾南边陆地，威胁屏东甲恒春半岛。气象局发布大水雨特报，提醒恒春半岛严防大水雨，东部、东南部甲屏东山区嘛要严防大雨。 恒春半岛南部地区沿海要会有6米的浪高，请大家注意，避免到海边活动。最后提醒大家，适逢年度大潮，在西半部沿海地区要特别注意海水倒灌的情形。因为风台外围沉降气流的影响，中部以北高温煦热，苗栗头份出现40度5的高温。 新竹高美原来有38度1的高温，南投埔里也超过36度。气象专家提醒，虽然台湾四周围的环境场也是受到大气压带的影响，海面上除了热带性低气压 TD13以外，轻度风台海葵持续向西北西的方向过来，可能伫拜六挖进台湾东北部海面，暗个路线也是有变化。海葵台风它的这个发展条件似乎没那么的好，所以一直在消消长长的一个过程当中。那它现在的大多路径可能是往这个琉球群岛方向走，不过它距离会不会靠台湾多近一点点？这个就是未来这3、4天，可能是周末的时候的这个事情。专家分析，海葵风台结构无平均，东强西弱。照目前资料来看，海葵风台未甲苏拉风台出现明显互动的现象，不过也是要加注意未来1、2天内路线变化的情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